大家好，我係偉仔。Medicube 出咗新嘅美容儀器 High Focus Shot Plus， 呢部儀器可以話係集之前兩部儀器嘅大成 ，High Focus Shot 同埋 Ultra Tune 兩個功能集於一身。今日嘅影片主要同大家分享下新嘅 High Focus Shot Plus 同埋之前嗰兩部 High Focus Shot 同 Ultra Tune 兩部功能上、技術上、效果上唔同方面嘅比較，等大家選購之前有多啲資訊。開始之前，歡迎大家追蹤呢個頻道以示支持。事不宜遲 ，Let's go！ 時間嘅關係，偉仔就整合咗三部儀器 Ultra Tune、High Focus Shot 同埋 High Focus Shot Plus 嘅比較圖表，咁大家一齊睇睇。喺目標層方面 ，Ultra Tune 就係3mm 嘅真皮層。High Focus Shot 就係4.5嘅筋膜層，而新嘅 High Focus Shot Plus 就係兩樣都有，4.5mm 嘅筋膜層之外，仲多咗 1.8mm 嘅真皮層。不過相比 Ultra Tune 咧，佢嗰個真皮層深度咧就冇咁深嘅。至於技術方面 ，Ultra Tune 用咗 RF7同埋 MC 微電流 ，High Focus Shot 就用咗佢哋獨家嘅 HIFU 技術 NFU。High Focus Shot Plus 除咗 HIFU 超聲波之外，同時亦都新加咗一個叫做煥膚 Skin Booster 嘅功能，主要就可以到達真皮層增加骨膠原。呢三部儀器都有 LED 嘅功能，可以連接翻官方嘅應用程式去改變唔同嘅 LED。皮膚識別方面 ，Ultra Tune 需要6極度頭，需要緊貼皮膚先至可以使用儀器。而 High Focus Shot 同 High Focus Shot Plus， 當你選擇好你需要嘅 Hertz 同埋撳咗 Shot 嘅按鈕之後咧，就唔可以停機。呢一點咧都要留意翻。至於效果方面 ，Ultra Tune 主要都係以增加膠原蛋白為主 ，High Focus Shot 就係調整輪廓。新嘅 High Focus Shot Plus 就係2合1，改善皮膚彈性同埋輪廓調整，可以改善嘅部位 Ultra Tune 主要都係欠缺飽滿嘅地方，而 High Focus Shot 就係下垂嘅部位。至於新嘅 High Focus Shot Plus 就係2合1，改善欠缺飽滿嘅地方同埋下垂嘅部位。官方建議使用嘅週期 Ultra Tune 係每一日都可以使用，而 High Focus Shot 就1個禮拜1次，新嘅 High Focus Shot Plus 就係1星期1至2次。至於三部儀器，除咗 Ultra Tune 係可以用自己嘅個人護膚品之外 ，High Focus Shot 同 High Focus Shot Plus 都係需要用翻官方嘅專用凝膠。至於使用禁忌方面 ，Ultra Tune 可以使用眼周同嘴角，不過強度就會減翻1。而 High Focus Shot 同埋 High Focus Shot Plus， 佢哋唔可以使用嘅區域都比較類似，都係眼周、嘴角、鼻、喉嚨，而皮膚比較薄嘅位置就要減翻強度1。而根據翻官方嘅改善數據 ，Ultra Tune 可以增加膠原蛋白110%。雙下巴減少 2.44cc。High Focus Shot 方面，官方嘅改善數據係雙下巴可以改善 7.68cc， 而 High Focus Shot 就係集兩家嘅大成。雙下巴可以改善 7.68cc 之外，膠原蛋白亦都可以同時增加130%。而至於機身重量方面 ，Ultra Tune 係280g，High Focus Shot 270g， 新嘅 High Focus Shot Plus 就係280g。價錢方面 ，Ultra Tune 係港幣2200蚊 ，High Focus Shot 係港幣1900蚊，而 High Focus Shot Plus 亦都係1900蚊。總括嚟講 ，High Focus Shot Plus 就係之前嗰兩部嘅2合1版本，咁以一個價錢就可以做到筋膜層同埋真皮層嘅拉提同埋緊緻咧，都係非常之超值嘅。不過如果你之前已經入手咗 High Focus Shot 同埋 Ultra Tune 40.68嘅話，我個人建議就唔需要再換機啦，因為新嘅 High Focus Shot Plus 其實咧就好似將兩部機2合1嘅啫。如果你已經有之前嗰兩部儀器嘅話，就勤力啲做，慳翻啲錢仲好。一部儀器嘅重量對於你使用嘅體驗咧都係非常之重要。之前都分享過，因為 Ultra Tune 佢嘅重量係比較重，用嘅時候隻手咧都會有少少酸痛，所以我使用嘅頻率就會比較少。至於新嘅 High Focus Shot Plus， 根據翻官方嘅資料，佢嘅重量係同 Ultra Tune 一樣重，280g。如果你之前已經入手咗 Ultra Tune 呢部儀器，而你用嘅時候你都覺得機身係比較重，用嘅頻率都比較少嘅話咧，咁你就要謹慎考慮下，需唔需要入手呢部 High Focus Shot Plus 啦。因為呢部儀器嘅重量都係同 Ultra Tune 咧一樣咁重。不過根據翻官方嘅資料 ，High Focus Shot Plus 雖然佢重啲，但係咧佢嘅使用頻率同前一代 High Focus Shot 一樣，都係1星期用1至2次左右。相對嚟講，你使用嘅頻率唔需要好似 Ultra Tune 咁每一日使用，都可以有2合1嘅效果。咁我覺得咧都係值得入手嘅。如果你之前都只係入手咗 Booster Pro 而冇入手過 Ultra Tune 或者 High Focus Shot 嘅話，因為 Booster Pro 都係一部綜合嘅基本護理儀器。如果你想進行一啲強度嘅拉提同埋膠原增生嘅話，呢部新嘅 High Focus Shot Plus 我亦都非常之推薦，正正就可以填補呢個膠原嘅空缺。如果你之前係從未入手過任何 Medicube 嘅美容儀器，而你呢個 moment 係都想入手一部儀器嘅話，主要都睇翻你自己個人嘅狀態。如果你都係想日常基本護理嘅，就 Booster Pro； 如果你都想強效拉提、增加膠原為主嘅話咧 ，High Focus Shot Plus 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當然都要根據翻你自身嘅個人皮膚需要去選擇翻你最適合嘅儀器。希望今日嘅影片都可以俾多啲資訊俾大家進行一個比較，等大家根據翻自身嘅情況選擇翻最適合自己嘅儀器。今日嘅分享就差唔多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嘅問題，或者都想分享下自己入手邊一部儀器嘅話，都可以喺下面留言。
最後歡迎大家追蹤呢個頻道以示支持，下次再見，拜拜。